你说娥皇在瓦官寺？没错，你快去吧，他已经在那儿等你了。瓦官寺，好，我这就去。死！你到别的地方去死，别死在我的店门口！哎呦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又是你啊！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不活了！你打，没有咬娘，我活着也没有意思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，打死我吧！你真够有出息的。你忙你的事去，这交给我就可以了。把刀子给我。不，你要干嘛？死啊！跟你一起去死啊！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幺娘，你听我说嘛。公子，买支并蒂莲送给心上人吧。我从小到大就是吃软不吃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要是再这样死缠烂打，我以后连面都不会跟你见了。瑶，并蒂莲，买并蒂莲啦！买并蒂莲送给心上人吧。跟我们走一趟。走干嘛？我佩服他的努力和为国为民的胸襟，我也相信他有能力、有智慧，能维持天下正义。大宋是正朔，是宗主国，大宋皇帝是所有依附国之皇上。我希望他将来不仅能做全天下人之天子，更能做一个守护全天下人之天神，让天下止战，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脱离兵祸之苦。好一个聪明的女子，真是佩服。还好我早到一步，否则大哥难保不会因为你而对唐国感情用事。如此，将来如何统一天下？哼，原来如此。这吴王利用美色来伺候大宋的皇帝，确实是不错的主意。可是连自己的妻子都要利用的话，这未免太卑下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！以你的身份，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侮辱人的话？哼，若不是你们二人早就约好在这见面，我大哥何以不顾一切微服南来呢？王妃，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简直颠倒是非黑白！我原本并无意见他的。哦，你无意见他？什么？王妃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这见面，吴王他知道了？我见他，是因为我不想躲他。这么单纯的事情，竟被你说得如此不堪。哼，那你就证明给我看。我告诉你，我大哥他马上就会到，证明给我看。晴儿，我们走。王妃，哎，王妃。光大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大哥，您现在已经是皇上了，所以为了您的安全，我需要来保护你，所以我偷偷的跟来了。哎呀，有什么好保护的？我穿成这样，有谁认得出我呀？再说过去流浪的时候，我还不是一个人吗？哎，大哥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您现在身份不一样了。哎，我知道，你不用担心我了啊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好了，你让我进去。大哥，你听我说呀，等我出来再说。哎，大哥。好了，光一，哎呀，有什么话非要现在说呀？你先让我进去。大哥，您现在可不同以前流浪的时候了，您现在一定要小心行事。我知道，你让我进去好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。你等等，大哥，你让开。哎呀，大哥，
现在是大宋的皇上，时时处处深系着大宋的安危，深系着朝廷上下对您的依靠啊！我知道啊，我告诉你吧，娥皇就在里面等着我，我现在急着要去见他，有什么话出来再说啊！哎，不，大哥，要不这样吧，小弟先到里面打探一下，等我确定里面安全了，我再来通知您进去。不必了，你在这等着我吧。啊！哎，可是，大哥，刚才那顶轿子里面坐的就是王妃吗？是。哎，大哥，娥皇，王妃，你等等，是他追来了，是我呀！不要回头。娥皇，你等等，关城门。是。娥皇，你不要走啊！快关城门。是，关城门。娥皇。不要！娥皇！为什么你不等我？为什么你不跟我见面呢？娥皇！大哥，大哥，既然他不愿意见，就算了吧。啊？说好了要见面的，他为什么要走啊？大哥，可能是上天注定，你们两个没缘分吧。上天注定？是上天注定吗？我一路为他而来，他怎么能不见我呢？你为什么会在瓦官寺里？大哥，臣弟是担心您的安危，所以才前来护驾呀。是上天注定我跟他见不了面，还是你自作主张，故意在半路上缠着我，不让我进瓦官寺呢？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到底在搞什么把戏？大哥，我真的是担心您的安全的。你住口！担心我的安全，你怎么会先进了瓦官寺呢？要保护我，就应该在后面跟着我才对啊！好个义正言辞！哼！皇上自诩要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国明君，常常又自诩要成为后代子孙学习的楷模。可是你为了一个江南的女人，长期以来冷落后宫的嫔妃，又可以抛下江北的大队人马，只身一人不顾危险的前来，你置生死于不顾。这像是一个明君吗？像是一个后世楷模的帝王吗？皇上，臣弟若出言无状，你尽可以治罪。但是皇上，你要后人怎么说你呀？你想在史书上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名声？朕就是顾虑名声，所以才微服前来。朕顾虑的不是朕自己，朕顾虑的是他呀。朕来，只不过是要看他一眼。朕只要知道他过得幸福快乐，
朕就可以断念，不再挂心了。这是朕做人，朕对那段情应有的基本尊重啊！现在全让你给搞砸了。做帝王本来就应该有魄力，要爱就夺回你的女人，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去看她一眼，见她一面就满足了。皇上，如果你真的爱她，就应该派出大兵，把江南给剿灭，把她给夺回来。自古以来，开疆辟土的帝王哪个不是如此？皇上，听臣弟的劝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是最后一个。朕不需要你教朕如何去爱一个女人，更不需要你教朕如何去做一个帝王。滚！你给朕滚！朕不要你再跟着来了。爹，牛郎织女，你们1年还能相见一次，而朕与娥皇的距离，却比你们天上的银河还要遥远。你喜欢哪一本，你尽管拿去。若水说，看书可以解闷儿的。你不是心情不好吗？你不用瞒我，我看得出来的。当年啊，命都可以捡回来了。天底下还有什么事过不去呀？大叔，我没事的，您放心吧。倒是您呢？您受了不少啊。也就剩这么一口气了。这几年多亏了若水这孩子。爹，几年没见，若水长大了。匡爷啊，你记住，你要是在外面过得不好，你就回来到这里住，和若水一起打鱼。大叔，谢谢您，我很好。爹，连我都想上岸了，你还让大哥打鱼啊？上岸靠什么吃啊？这孩子在水里待烦了。若水啊，你想做些什么呢？我想参加科考。科考？很好啊。有志气。这些书都是我的，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书。樊大叔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到汴京去，汴京那儿我熟人多，我可以找人替您治病，也可以帮一帮若水啊。我这身子啊，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再说，我们是唐人，就算若水要做官，也应该为唐朝廷效力，而不是到北朝啊。爹，唐朝也好，北朝也好，都是华夏民族嘛，去北朝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去过汴京，其实我倒是想。你不懂，北朝啊，每隔几年就改朝换代，不稳呐。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想当皇帝。匡胤呐，你要记住，
今天在朝廷得势的人，也许就是明天第一个被拉下台的对象。你要小心呐！啊！若水啊，要好好照顾大叔，他病得不轻啊。我在家里放了一些银子，你们就先用着吧。这支笔是我用过的，我把它送给你。好好读书，祝你高中。谢谢赵大哥。哎，这笔杆是玉做的呀？如果你在江南发展的不顺利的话，随时到汴京来，我都欢迎啊。好，多多保重吧。赵大哥保重。跪下！启禀皇上，人犯带到。奴才不尽罪名叩见皇上。把他身上的枷锁去掉。啊！哎，皇上，您已经叫撤掉禁卫军了，这万一……照办就是了。是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怎么？你不是一心求死吗？你连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呀？是。我为了姚娘，我是什么都不怕。不管是过去的招摇撞骗，还是前些日子冒犯了皇上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愿意领死。愿意领死？哼！你呀，欠朕的实在太多了。你要是死了，那欠朕的债你打算怎么还啊？皇上，朕知道你很聪明，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，什么都不用还了是吧？反正我什么都没有，也还不了什么，只能用这条命来还。用命还？这主意倒是不错。不过呢，你的肉又不能吃，你这个人的命呢，又卖不出钱来。先这么说吧，如果朕不要你死的话，你打算将来要怎么活着呢？将来，皇上，我活着只是为了姚娘。要是没有了姚娘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哼，你想死啊？那朕就偏偏让你活着。你给朕听着，既然你欠朕的，你要用这条命来还，那你这条命就属于朕的。至于朕要怎么用，得由朕来决定。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，整天只知道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无才、无德、无品。你有哪一点能吸引咬娘啊？咬娘为什么要喜欢你这个无赖呢？要吸引一个女人，本身得有吸引人的条件，要修持内在，要脚踏实地，更得有人生的目标。你呢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有什么呀？啊？如果你有女儿，你会让你的女儿嫁给一个成天一无是处、只会招摇撞骗的男人吗？会吗？你将心比心呐！要不是朕知道你这一生的无知和不法，都是为了一念不死的固执，朕才懒得跟你多费口舌呢。
朕之所以说你固执，而不愿意用爱这个字来形容，那是因为朕认为你根本就不配。你不懂爱，更不配谈爱。我懂爱，我对咬娘的一片真心，就从来没有变过。我可以为她生，为她死。你不能说我不懂爱。我一想到咬娘断然地拒绝了我，我的心还在疼呢。这就叫爱吗？这就是我对咬娘至死不渝的爱。好个至死不渝，真是令人感动。你给朕听着。皇上。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要是肯改，朕就帮你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或许你还有机会可以得到咬娘的爱。但是，如果你还是执意跟过去一样，朕也拿你没办法。你自己好好的掂量掂量吧。皇上，我错了，我愿意改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皇上，你真的愿意改吗？那就得从心、从德行做起。你行吗？行。哇，给你们讲个故事。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千万富翁，他盖了一栋很大很大的房子。他要搬进去住的时候，有一个坏蛋就吓唬他：“你要是敢进去住，我就要你好看。”吓得这个富翁躲了起来，然后他就请了个管家去住他的大房子。你们说这大房子是富翁的还是管家的？管家。那这个管家实际上呢没有这个房子，但是他最后住了进去，是不是等于得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我有了，你无了。师傅，他进入本寺才多久，就敢跟小沙弥讲有与无？我有了。好了，现在你们都懂了。下面啊，我给你们讲讲什么叫实有，什么叫虚无。皇上，您让我去江南。是啊，这样你就有机会见到咬娘了啊！真的吗，皇上？皇上，不会那么简单吧？您就明说，让我干什么？为了朝廷能够长治久安，为了解救天下苍生，朕就派你前去弘佛法、建佛寺，让江南人多多信佛，顺便让你自己啊，也多多的积点功德嘛。行，您让我去干什么，我都会去。我到了那儿，一定写信告诉您所有的情况。穿起了袈裟，你就像个大师了。以你的机灵，朕相信你懂得做什么要像什么的道理，对吗？请皇上放心，我当然知道去讲经弘法，也要讲出些东西来。我已经运了一车佛书去江南了。皇上，您还有没有别的吩咐？说穿了，朕跟你一样是个凡人，对江南的人和事有着太多的牵挂，这就不多说了。是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好，不过朕要你替朕办件事，把这些朕准备好的银两带去接济他们。是。樊大叔是朕的救命恩人，朕要你带朕前去，好好的照顾他们父子。是。哎，不过
他们知道皇上的身份吗？还不知道，先瞒着他们吧。是。父皇今日迁都后，从此朝政里的意见单齐，有任何不懂的地方，多请教朝中老臣，多听听他们的意见，千万不可莽撞，尤其要和邻国交好。对大宋，千万要谨慎。总之，一切小心为要。儿臣谨遵圣谕。娥皇，在从家任性和冲动的时候，你要多一点耐心。记得母后说过的，你要给他提灯指路啊！臣妾谨遵母后懿旨。娥皇，朕要特别交代你几句话。父皇，你现在虽然是太子妃，其实差不多国后了。你是朕的好儿媳，但朕现在不以父皇的身份交代你，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拜托你。要你替朕这个垂垂老矣的父亲盯着从家，你说好吧？父皇，可是我……你管好了从家，就等于是管好了咱们整个大唐，你懂吗？父皇，可是我……我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拜托你啊。可是我怕我担不起。这个责任任重道远，非同小可，你一定要答应。是，儿媳明白，儿媳会照您的吩咐去做的。你答应了？朕就放心了。公元961年2月，中主迁都南都，立李从嘉为太子，留守金陵监国。同年6月，中主驾崩，李从嘉在悲伤中继位，改名李煜，即后人所称的李后主。依礼，南唐必须上奏大宋朝廷报丧。李煜对朝臣所写的报丧文稿都不满意，后来干脆自己动笔，并令冯延鲁为报丧使者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本于诸子，实愧非才，自出交响，新书立录，披父兄之隐喻，阅日月以悠游，思追朝许之于臣，愿慕夷其之高义。朕听说这篇奏书是你们国主写的？是，敝国主文采瑰丽，臣等无人能及。好你个李六，你的诗文朕是万万比不上了。皇上，中书侍郎冯延鲁还等您回话呢。敝国主恳请皇上准予追封先主，庙号元宗皇帝，并表臣袭位。凡奉说称号等礼，是否亦遵周朝旧制？扶启皇上准奏。你们唐朝廷还真是朝中无人了，连这么一篇报丧的文稿
都要你们国主亲自动笔。哼，更别说还派你这么个不够格的人来。是，毕国主宽大为怀，体恤臣，给臣下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好，所请照准。不过，朕要下诏，叫你们国主带着国后到汴京来谒见朕。皇上，为什么要唐国主和唐国后来汴京？请问皇上要他们来的理由是什么？宗主国的皇帝要依附国的国主国后来面圣，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你要理由，好，宣扬大宋国威，表现朕的仁德，不战而屈唐人之兵，这些都是理由。如果皇上是为了周文皇，臣弟建议，等他们一到汴京，就把他们暂时扣留下来，甚至可以杀了李煜，直接纳周后为妃。朕可以杀李煜，但不会用这种手段的。皇上始终忘不了周文皇，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朕只想见他一面而已。那见了以后呢？将来还伐不伐唐，还要不要统一天下？这是两回事。这是一。不谈君臣，就谈兄弟相处之道。你说，《礼记》上怎么说的？夫弟者，不横纵，不苟越，不干逆色。光义呢？他就给朕摆脸色看。皇上，《礼记》说：“弟之行若中道，则正以使之；弟之行若不中道，兄事之。”都虞侯光义兄所担忧的也不是无的放矢啊。您滁州那一日一夜不见踪影的事，帐下兄弟知道的并不多。不过臣还是要提醒皇上，皇上的一举一动，这天下人都在关心着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在这个话题上绕啊！朕现在嘴馋了，想吃块肉饼。好，前面就有个摊子。皇上，请。客官，哎，您的肉饼。不对呀，你这是什么做的？哎，没办法，买不到面粉，只能用小米替代了。小米？为什么没面粉？不知道，这半年啊都缺货，不只是我们。所有的店家都买不到面粉，哎呀，这是没办法呀，这生意呀是越来越难做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半年以来，既没有水患，也没有闹过蝗灾，面粉为什么会缺货呢？不行，这是基本的民生物资，要是缺了，百姓怎么过日子？你赶紧回去查一查。是。皇上，查出原因了吗？是，查出来了。原因是，京城的一切都由外地供给，所有作物杂货、民生物资都在外地生产，所有的税收都在各地藩镇的手上，所以，一般民生物资也就变相的操纵在各地的衙门手里。朝廷收入不多，能控制的有限。你的意思是，就连朝廷的财政也都掌握在地方的衙门手里吗？是。皇上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朝廷没有实权。唐末藩镇割据以来，各地藩镇
无论是税收或是兵力，都掌有实际的控制权，而朝廷很难插手。如此说来，真正能操控百姓生活苦乐的，是每个藩镇，而不是朝廷了。正是。赵普，你旨，先从朝廷府库拨款，购入所有短缺的米粮作物，保证供应。3天之后，朕还要到市场视察。是。不错，来收好。哎，好嘞。爷，找您的钱。这是私钱呐。是啊，要不然怎么这么便宜给你呢？这私钱你们也敢用？这市场都用啊，1个工钱等于3个私钱，大家都公认。哎，你不买的话，东西还我也行啊。启禀国主，臣在市场上发现了这私钱。国主，这2枚铜钱从外表上看没什么不一样，可是用手一掂它的重量就另有分别。的确不同。这就是私钱。是，民间叫它沙壳子。国主，把2枚铜钱放进水里，一试便知道了。拿水来。是。私钱轻的沉不下去。工钱每1文应该是6分重，而私钱为了节省成本，还不到2分重。这就是为什么原本1个铜钱可以买到的东西，如今要花3个铜钱。国主，私钱打乱了市场，才使得物价飞起腾涌啊！律法有规定，铸私钱要负刑责，难道这些商人不怕受罚？国主，目前市场上公私钱混杂使用极其严重，私钱的问题非一朝一夕，唯有大刀阔斧的整顿，才能奏效。韩大人，你有什么对策？臣建议铸铁钱。铸铁钱？是，国主。铜的成本高，如果朝廷推出1个铁钱等于1个私钱，商人就无利可图，就不会再用铜来铸私钱，这样市场的物价必然会回稳。再者，铜的来源有限，如果我们推出铁钱代替铜钱，朝廷还可以节省币财的成本。办法是好，可是铁钱会不会被民间排斥？只要朝廷认真推动，民间习惯了，久而久之也就能接受了。那这样吧，韩大人，你先回去做几个钱样，等看过之后再做商议。是，臣遵旨。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国主，你看《孙子兵法》啊，只是看看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哎，你看这书是用来对付朕的吧？不是。怎么不是啊？明明有这一段嘛。是有这一段。哦，承认是用来对付朕的了。没有。有。哎呀，真的没有。逗你玩的。哎，你看这书呢，是要为朝廷献策呀，还是给我们腹中的儿子施胎教？你要真闲得无聊，要不你念念，给朕提个醒。哎呀，哪有啊！臣妾只是看国主天天忙于国事，也学着在书中找一些国主的治国之策而已。治国之策，好啊，那说来听听，有什么心得？好，不说，下次再说。哎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呢，是要负责把胎儿照顾好。朝廷呢，就由朕来负责。朕现在是一国之主，朕一定会再造我们大唐李家的盛世。臣妾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，臣妾也相信国主一定会再造李家盛世的。不过说真的，这段时间，
如果你要是觉得太无聊的话，朕让你回润州娘家走一趟，和家人聚一聚。谢国主那么替臣妾着想，只不过娘和妹妹过一段时间要来金陵为父亲做法事，到时候臣妾就可以再见到他们了。他们都来金陵啊？是啊。那不如把他们全召进宫来陪你啊。哦，谢谢国主。贫僧不敢夸有多厉害，但是我讲了那么多的法，我相信连草木尘土都会感动。诸位，只要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这个和尚已经在这3天了，这3天没看他到外面去吃东西，他还是神采奕奕的。是吗？只要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你们就能看到我佛法的灵验了。这个和尚可厉害呢，我亲眼看到他捡的纸马可以在墙上走，真的，我发誓我没说谎。你们看，师傅坐的地方高起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是啊，为什么呀？师傅的佛法应验了。对呀，对呀。师傅，是菩萨，活菩萨呀，活呀，在世啊，是菩萨呀，活菩萨。挖什么呀？走，快走！这是什么？啊！你是佛门中人，怎么可以心术不正，采用欺骗的手段骗取信徒对你的信任呢？太清师傅，我这可不是欺骗，我只是运用了84000法门当中的一扇巧门，把人先引领进来。我引人进来修行，这和您说破了嘴皮子弘法度人，道理不是一样吗？只有先把人引入佛门，信众才能接触佛法。哼，巧辩！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使用的是诈术，旁门左道。哼，比恶口妄语还严重。哎，老师傅，此言差矣呀！要是没人听你讲话，你怎么去弘法？难道去跟木头说话吗？我是旁门左道，可是我把人引领进来了，你可以传授给他们正道吗？巧言善辩，你满口胡言乱语，真是佛门之耻。即日起，老衲闭关，向佛祖忏悔。你好自为之。师兄，阿弥陀佛。皇上，我已经气走老和尚了，若水也对我佩服得不得了。不过皇上您放心，我会继续督促他。我还没告诉他您是皇上，我相信这样对若水比较好，免得他不知道用功上进，只想着一步登天。其实要想一步登天也不是坏事，最少要像我一样会搞怪。奴僧就是整天动歪脑筋，才能占了人家一座寺庙。老和尚受了这么多年的家业，就这么轻易的被一个混混给占了，这个人不简单呢。赶走了人家，自己又能够守多久呢？创业难，守成更难呢。一座小小的庙宇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一个国家呢？过去5代的短命朝廷，不正是这样一个被一个给占了吗？张德军，皇上，被叫出宫。这都子时了，您怎么还要？是。开门！
开门呐！快开门！开门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快开门！谁呀？这么晚了？有贵客到。有贵客？哦哦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皇上到了，皇上到了，大人。这个时候来。哦，对了，你拿把剪刀，再拿上梯子，然后到后院等着我。哎，是。你们赵大人睡了？没有，我们家大人在后院，他马上就来。在后院。是。走，我们到后院去。是。草民叩见皇上。皇上，臣不知皇上前来，接驾来迟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还以为你睡了，没想到你在修剪树枝。啊，臣修剪杂枝是为了强壮主干。啊，皇上请屋里坐。请。五代时期，人民生活困苦，那个时候，朕就立志要让人民生活安居乐业。如今，朕已经当上了皇帝，但百姓们竟然还是买不到民生必需品。一个江正，前面的五代王朝，再加上面粉的缺货，这些都让朕心生警惕。朕这个皇帝能守得住这个国家吗？朕要想出个办法来。皇上，皇上，臣早有想法，而且也写好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。强干弱枝，哼，好你个赵普！深夜修剪树枝，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呢。削夺其权，治其前骨，收其精兵。钱、权、兵，钱、权、兵。吏部侍郎陈桥大人到。陈桥叩见国主。平身。谢国主。陈大人，找你来是要你参与铸铁钱的事情。陈大人，请看。这是韩大人铸好的铁钱样，相当漂亮，你也看看。启禀国主，钱虽漂亮，到底是铁制，铁比铜贱，在百姓心目中，它的价值就打折扣了。你的意思是怕百姓不接受？这是其一，其二呢，铁的来源比铜多得多，臣担心私铸会更方便，物价会更高涨。这也不无道理。韩大人，你怎么说？国主，一个是轻飘飘的沙壳子，一个是沉甸甸的铁钱，您就当自己是老百姓，您会喜欢哪一种啊？朕喜欢是没有用的，百姓喜欢才行。国主，百姓喜不喜欢，那是在于朝廷的态度。只要朝廷认定它值钱，百姓自然会接受。就算百姓能够接受，臣还是担心私铸之风会更盛啊。私铸罪重，律有明文，而且法可增加一条：用私钱者与私铸者同罪，这样必能遏制私钱。韩大人，私铸罪重，为何人不畏罪？沙壳子充斥市面，再者，如果用私钱者与私铸者同罪，到时候又会和现在一样，罪不罚重，为祸尤烈呀。陈大人，那就是执法的问题，并不是避财的问题。
任何好的政策若执行不力，终究是纸上谈兵，永远无法攻城略地。要是民智未开呢？民智未开就更应该教育民众，而不是屈从民众。韩大人，两位大人的意思，朕都了解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新旧钱币掺合并用，每10钱以新6旧4搭配行使，先试试市场反应。如果可行，就慢慢淘汰换成新钱；若是百姓排斥，我们再另想办法。是。朕做了新6旧4搭配使用的决定。这个决定不知对或不对，其实韩熙载的原意很好，可是陈桥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其实，只要百姓肯配合，这是对的政策。现在朕担心百姓不守法。政策好就去做呀，责成官员们认真执行就是了。给朕看看。不能给你看。给朕看一下。真的不能给你看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嘛。给你看了，但你不能笑我。不笑。你看。龙眼。辣椒。哦，在求儿子。你看了又笑话人家。哎，说实话，灵不灵啊？生仲玉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这个了？臣妾只想给仲玉再要个弟弟，如果是个女孩怎么办啊？万一是个女孩，那你就一直生一直生，生到男孩为止。那朕就天天来，天天来，天天来。夫人到了，夫人请。施主好，里面请。夫人，小姐呢？不知道。连碧珠这丫头也不见了，是不是到后院去参观了？哎呀，还不去找啊？是，快去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来的那个人是不是个富贵人家？好像是个富贵人家的。哎呀，你这笨蛋，真是。夫人远道而来，是碧寺的荣幸。请问夫人要不要到禅房休息，听听大师的弘法？多谢小师傅。今日弘法由小僧负责。佳敏，你这孩子别胡闹！堂堂的千金小姐，你看看你成何体统啊！把娘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娘，你如果再这么大声，进香的人就都知道了。刚才有个女施主。你这孩子。看到天女下凡了，别乱说。哎，走，给你机会。走，我不去啊！走，去！哎，走！哎，阿弥陀佛，请小施主随本寺之事前去更衣。施主，那我先去了。真是不巧，太钦大师闭关，贫僧不才，被太钦大师指定为本寺代理住持。夫人有任何需要，无论大事小事，贫僧均愿意为夫人效劳。我过去常到清凉寺听法眼禅师弘法，可惜法眼大师已于3年前作化升天。我是听说太钦师傅是位修行极高的师傅，本来想找他
为王夫做法事。做法事只是小事，如果夫人不嫌弃，贫僧可以办得尽善尽美。只是不知道夫人要怎么做，法事办得多大。献夫周相国早已离开朝廷多年，做法事只是生者对他的怀念，老身无意铺张。不过，老身要求法事除了庄严肃穆外，还得以国后娘娘的安全为考虑，请不要对外大肆宣扬。国后也要参加法会？老身忘了说，国后娘娘周后是我们的女儿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失敬了。我说的这些，你都做得到吗？是，一定，请放心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你现在的身份是江正大师啊！正经，我真的很正经啊！我跟你说，我高兴啊！我是不是拜佛拜多了？佛陀保佑啊！不然怎么会这么有好运气？这么快就认识了周夫人，还要帮她做法事，还可以见到国后娘娘，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咬娘了。哎，你说你修心了，怎么还在想咬娘啊？你应该想怎么把人家的法事办得好。哎，真是六根不净。我修心就是为了咬娘，你懂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周相国的法事我不但要办好，还要办得最好。我要不惜成本，买佛像，买钟磬，买莲花座，要花很多钱的。前面有家佛具店，咱们去看看。客官，请，随便看啊。哎呀，你这尊佛像，要多少钱？3600文啊！这么贵，你抢钱啊？这是纯铜的，师傅。纯铜能有多重啊？5斤、6斤，差不多吧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1200文啊！这也要1200文？哎呀，这就1斤多重，老板赚得太多了吧？我光进铜材就贵得很呢。你不要，我不勉强。1斤铜钱不过1000文。喂，我说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当然要，要就付账。现在朝廷有新规定，新6旧4。新6旧4，我6斤铜钱换不到1斤的铜器，真是。兄弟，我们要发财了，才人也找上门来了。参见皇上。皇上，江正来信了。哦，信上怎么说？他来信说要借钱。借钱？对，借钱做什么？说要修心，还这么贪财啊？皇上，要借给他吗？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？皇上，您别说，江正这小子还真有点生意头脑。照他所说呀，1文钱6分重，变成铜器可以赚6倍。这样一来，如果连丝钱一起收购的话，岂不赚得更多？皇上，这可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！皇上，臣弟也认为，不但要借他，而且要多加几倍的借他。这样一来，可以增加朝廷的收入。是啊，皇上，多加几倍借他。对，不行，府库里没有多余的钱。皇上，据臣知道，府库应该还有25万民。如果能拿出10万民到江南去炒作的话，估计能有4、5倍的利润呢。皇上，那可就是40、50万民呐。没有，府库里不到25万民，只剩下17万8千民。而且朕已经答应要补助北方边境的军需，又要修筑运河，加上禁卫军未来几个月的粮饷，这钱是不够用的。那就更需要赚这笔钱啊！皇上，就让江正去做吧。让江正和李煜对坐，李煜在明处，江正在暗处。万一发觉不对劲，马上缩手也赔不了钱。是皇上。和李煜对坐。人家唐朝廷的府库肯定比咱们有钱，只要人家敢赌，
你们肯定是血本无归。你们两个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不只是为了帮朝廷增加收入吧？啊？李煜铸铁钱是为了稳定物价，对百姓是件好事。但如果姜正他收购铜钱，那岂不是要把唐朝廷的财政金融搞得一团乱？到时候物价也会跟着鸡飞狗跳。臣不敢欺瞒皇上，这正是臣的一箭双雕之计。皇上，如果唐国真的动荡不安的话，我们正好借此机会介入平乱。不行，现在还不到伐唐的时候，没有必要把唐国的物价搞得乱七八糟，让百姓受苦。皇上，这样的话，不正是考验李煜治国能力的时候吗？如果百姓受苦的话，那就代表他无能。臣弟认为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不，真要伐唐，朕也绝不能因此而伤害到江南的百姓。皇上，李煜显然是要做一个好君主。如果放任李煜励精图治，那么在不久的将来，唐国将会日益强盛，而李煜也会备受百姓的爱戴啊！皇上，这对大宋将来统一天下的大业非常不利呀！朕知道，但是要让江南的百姓受苦就是不行。你们信不信？朕将来一定能够做到，既拿下唐，也绝不会伤害到江南的百姓。皇上，你们退下。哼，拿下唐，但不会伤害到江南的老百姓，我真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哎，我真是想不通啊！哼，皇上根本是私人感情因素在作祟，明明现在就有个好机会，可是他……唉，没有钱，说什么都白搭呀！我没想到皇上对朝廷的账目这么清楚。哎，如果我们去借钱呢？借钱？问谁借？好，现在各地方节度使财税收入比我们多得多，而且又不上缴朝廷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们总应该借一点吧？对呀，像归德节度使石守信、天雄节度使赵彦辉，他们这些人可都是有名的专务聚敛、积财聚万之人呐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归德府找石守信借钱去。哈哈，走走。下官归德府库务账司萧燕见过两位大人。啊，石将军什么时候回来？大人要明天才能回来。哦，还要明天才能回来？是。好，萧燕，我们见过好多次了吧？你还认得我吗？认得。也认识这位都虞侯赵光义大人吧？属下当然认得两位大人。哈，这就好办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朝廷有特殊用途，由我出借据，3个月后归还。先向归德府借调10万民，如何？10万民，大人，属下没有那么大权限。那就是说要等石将军回来喽。是。再说了，这么大笔钱，即使节度使在，也要皇上背书。你说什么？要皇上背书？你是不是以为朝廷会赖你们账啊？不是的，我们大人行事一向谨慎，和各州府财务往来有一定的手续。哼，我看你们各地方藩镇只知道自肥积累财富，你们又有谁替朝廷想一想？跟你们借点银子，还这样推三阻四？属下啊，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就在这里住一天，等石将军回来。那属下去为两位大人安排住宿。好，谢了。